單仲偕係直接聯絡到馮煒光。單仲偕好簡單問一個問題：你有冇申請咗呢個職位？佢都唔肯直接答，其實佢申請咗。咁但係如果你咁樣做法，同賣黨球員有乜分別咧？咁啊，應該係產生一條混亂，咁我就去到大概我喺馮煒光右手邊斜對面10幾尺。所以我會同4個黨員咧，根據程序寫信俾中委會革除個黨籍。我有叫佢做一啲佢覺得同客人嘅工作，即係嘅動作。其實好多性學研究顯示青少年自慰係一個正常嘅性宣示。暫時揾到個性慰未？好易揾嘅啫，好多人都好憤怒。OK， 民主黨咧係唔容許我哋嘅黨員加入政府嘅問責團隊。你一定要聽清楚，我反對嘅係霸權。呢個立場咧係非常清楚嘅。入去咧，基本上做第一啲咧係訪談。你要問招就要俾錢咯，我有俾錢。唔好講話係中常委啦嚇，就算普通黨員都知道嘅。如果係有任何嘅黨員，尤其是包括有公職嘅人士，佢承認喺訪談期間叫鳳姐全身赤裸喺佢面前擺出各種嘅性愛姿勢，但係就話同鳳姐冇身體接觸。唔係，陳生，你係咪冇同佢發生性關係先？最緊要一樣嘢，你冇同佢發生性關係嘅。咁樣嘅。你岌頭都好難，因為係啊，係啊。反呢一項共識或者決定嘅話咧，係好清楚係違背，甚至係背叛咗民主黨嘅一個基本方針同埋原則。我好相信咧，呢一位成員咧，真係好難可以繼續留喺民主黨。提醒一下仔女，用正確方法自慰，例如事前要洗手，唔好用容易刺傷身體嘅工具，自慰嘅時候要喺私人地方等等，呢啲都係好重要嘅性教育嚟㗎。